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4。哥林多后书9章8節安尼講：佮上帝為予逐項的恩典充滿到佇恁，互恁凡事常常充足，通行逐項的好事，有夠滿滿。三角來祈禱，互阮凡事充足，通行逐項的好事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賞賜豐盛的上帝，你是喜樂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的恩典夠也遠用，你的供應永無欠缺，主啊！你的信實建立佇天，你的慈愛永遠佇地，主啊！願感謝你。時刻引帶阮的腳步，感謝你佇患難中時刻的扶持，願一切榮光歸佇你，主啊！你歡喜將豐盛賞賜阮。互阮無為家己，乃是互阮通祝福閣較濟的人。主啊，阮要誠做你恩典流通的管道，互你的疼透過阮來向眾人顯明。因為你要予逐項的恩典充滿到佇阮，互阮凡事常常充足，通行逐項的好事，有夠滿滿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